现代第一版圣经马可福音第7章，有法利赛派的人，甲一寡对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斗阵来找耶稣。因看到耶稣的门徒，有人用无清气的手，就是无洗手就食饭。原来法利赛派的人甲所有的犹太人拢接受祖先的传统。若无照法度洗手，就无食饭。对市场倒来，若无洗嘛无食。因阁遵守其他真侪传统的规例，亲像洗杯仔、罐仔、铜器甲床铺等。所以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问耶稣：是安怎你的门徒用无清气的手食饭？违反祖先的传统。耶稣应讲：以赛亚所讲，关系恁遮个假好的人的预言真对。伊安尼写：即个子民用喙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。因用人的规例做我的教师人，因敬拜我拢无采工。恁竟然放杀上帝的诫命，去接受人的传统。耶稣阁讲：恁为着要接受传统，用巧妙的方法来拒绝上帝的诫命。摩西命令恁着孝敬父母，阁讲骂老爸也是骂老母的人应该处死。毋过恁讲，人若对家己的老爸也是老母讲，我应该互你的已经做公理板。公理板的意思就是献互上帝的礼物。恁就准伊免奉养家己的父母。恁用恁所传授的传统来废除上帝的话，恁阁做真侪即款的代志。耶稣阁叫众人来，甲因讲：恁大家拢着听我的话，着了解。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物，无一项会互人无清气；对内面出来，才会互人无清气。话草本有16节，有耳孔通听的，着听。耶稣离开众人，入去厝内，伊的门徒就问伊即个譬喻的意思。伊甲因讲：安尼连恁都无明白哦，恁兼无了解，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，拢袂互人无清气。因为对外面入去的，毋是入去心内，是入去腹肚内，后来放落去便所。耶稣安尼讲，是指所有的食物拢清气。伊阁讲，对人内面出来，才会互人无清气。因为对内面出来，就是对人的心出来，有歹念头、私通、偷窃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奸诈、放纵、怨妒、诽谤、骄傲，袂晓分别是非。这一切社会事，拢是对内面出来，这才会互人无清气。耶稣对遐出发去太尼地区，伊入去一间厝，无爱人知，不过无法度保密。随时有一个妇人人听到耶稣的代志，就来跪伫伊的骹前，伊的查某囝互邪神附身。这个妇人人是出世伫叙利亚腓尼基的希腊人，伊求耶稣甲伊的查某囝赶鬼。耶稣甲伊讲：着先互囡仔食，摕囡仔的食物迄落狗仔食毋好。妇人人应讲：主啊，桌仔骹的狗仔都食囡仔的饼油啊。耶稣甲伊讲：
因为你即句话，你通转去，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囝啦。妇人人转去因兜，看到查某囝倒伫床呢，鬼已经离开。耶稣搁离开太尼地区，经过西顿以及地加波利地区，来到加利利湖。有人带一个袂听见、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，恳求耶稣甲伊看手。耶稣带迄个人离开众人去边仔，从砖头仔入去伊双边的耳孔，搁配烂抹伊的舌，然后向天吐气，甲伊讲：伊发呆，意思就是开。迄人的耳孔随时开，志军令讲话讲甲真清楚。耶稣严严命令因毋通甲人讲，毋过伊如禁止，因如出来报扬。大家拢非常着惊，讲：恁逐项拢做甲真好，连袂听见的人都会听见，袂讲话的人都会讲话。